中人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，第25週嘅賽事啦。九龍城嘅主場迎戰呢邊咧就李文嘅比賽。由於星期六嘅時候大埔啦，憑住保時階嘅90+6嘅時候啦，華為迪嘅頭槌入波就險勝流浪3-2嘅，咁所以就大埔啊暫時升咗上去榜首位置49分。李文咧暫時2分落後，咁呢個咧就大埔呢場會一定要贏先可以重返榜首嘅地位。之後呢邊咧藍色本身李文係機會先啦，咁啊見到就安尼亞粒個高波埋去，竟然韋利安將波頭槌 set 翻轉頭，益手呢邊就度爭啲搞掂你啊嚇！但係結果係過唔到倒過傷嘅前李文門將咧就係袁浩俊先啦，封翻走呢邊就度嘅近距離嘅攻門。九龍城陣中有大量咧就踢過李文嘅球員啦，袁浩俊叫做其中一個咁解啫。之後輪到呢邊咧就鄭少君兜大位起腳，用左腳拉射啊，個波就軟弱無力，結果亦都係過唔到舊隊友先啦。袁浩俊再一次沒收。如果白色 cap 帽呢位咧就阿江，仲有陳永剛教練啊，佢都係曾經係李文成員嚟嘅喎。之後發生咗不愉快事件啦嚇，普羅神叫隻腳埋嚟就嚼中咗一隻田中方拓，但係最終田中方拓又似乎右邊膝頭哥有事啊嚇，結果提前派火線入咗老大哥陳文輝入場添嘅，即係輪到艾華頓一個咁樣笠到埋嚟，羅莎升高一 set，俾到隻安尼亞功夫腳一叉落埋去，又係咁樣袁浩俊先。但同一時間嗱，左腳叉埋去咧，右腳有啲咧就係拗柴受傷啊嚇，但好彩都冇乜事。後尾起翻身啦，吉吉地之後都揼翻上去繼續比賽先嘅。另一次機會啦，送咗保時階段，結果就保利臣呢下遠射中內柱彈走，後搶成功保中就係治理員傷勢，繼續比賽嘅安尼亞。再都有啲運仔呢球波嚟㗎嚇，先射波不幸嘅屬於保利臣嘅本身啊，中柱彈走，嗱射穿咗3個守衞，門將亦都係邊場望及嘅呢球波。門主以為救翻九龍城一命，但係仲有安尼亞成功搞掂你，就咁樣上半場就安尼亞波45+5啊嚇，令到李文領先緊。佢就暫代主教練就係朱兆基啦，都仲係神情輕鬆啊嚇，但係可能佢都冇諗過原來下半場咁刺激嘅。好啦，去到下半場比賽啦，呢邊咧就係艾華頓嗱呢下左腳勁射埋去，就係是日最佳撲救啦，袁浩俊啱左手啊嚇。上手將波扶翻走，精彩嘅一個撲救，頂得住先，仲係 keep 住一隻0-1嘅啫。另一次機會，艾華頓又係佢嘅左腳，今次同樣過唔到一隻袁浩俊。對球波相對係簡單些少啦，對於阿肥嚟講，即係執得個快步清翻走啊！咁啊之後又見到我哋啊，今次回合啦，艾華頓就好努力，希望可以爭取到入波啊嚇！然之後仲有呢邊左腳拉射埋就嚟自立花靈也嘅，佢就好希望咧就繼東方嘅蘇盧金球之後再整腳窩里嘅靚波，以為直飛龍門左上角，結果亦都係咧就越位而去，一路到咧開唔到比數喎，今次接翻走先啦。好啦，話當然啦，九龍城去到尾段方面都越嚟越多隨團急攻啦。嗱，今次集得靚，放個靚場就係陳文輝啊嚇，送到埋嚟就喂俾一隻新嚟哥哥，好似頭槌批埋去都係冇乜力水，共到門將咧就陳家豪。個球點搞法先啊？陳文輝嘅外彎波反而自己有咧就撞埋一齊啊！迪高如果後手會比較頂得舒服啲，但係反而卡朗褪翻轉頭咧就搶咗一陣迪高嘅機會添啊！好啦，艾華頓左腳省個地波埋去，又係俾阿肥源救翻走。呢個落地都夠快啦，左手就插翻走先啦。結果艾華頓呢場賽事咧，佢係沒有入球啊嚇。臨尾階段，好啦，呢邊踢翻上嚟。結果咧就迪高就搏到咧就泰法蘇尼嘅犯規，當時球證咧其實係冇俾牌泰法蘇尼嘅，但好彩亦都有 VR 嘅團隊介入啦 ，call 翻落嚟叫翻主裁判親自去睇，結果球證睇完片之後咧就選擇俾多張黃牌，本身已經有黃牌在身泰法蘇尼，結果2黃變1紅，泰法蘇尼被逐離場，叫新聞應戰啦。當我哋睇翻慢鏡，其實就算直紅都唔過分嘅嚇，但係如果變成2面黃牌，當然都係紅牌㗎啦，都係被逐㗎啦。打多個人嘅呢邊嘅九龍城爭啲就即刻攀成平手啊！首席射手咧就見到卡朗啊嚇，嗱個波扭咗埋嚟啦，嗰波揼下左腳路區埋去，今次嘉豪封得好精彩啊嚇！封翻個頭柱位置先頂得住，但係呢頭有精彩撲救，嗰頭又出事咯喎，3波嚟嘅，突然間陳家豪將個波擺落地下，原來後面嗰個卡朗偷走腳下球，將波輕鬆上去咧就係網入面空門入面，當時係90+9啦。補時9分鐘，以為長9就攞到1分，寶貴1分。
咁呢球波如果導致李文3分變成1分的話咧，陳家豪就一定難辭其咎，就一定咧有排都瞓唔着覺㗎啦。咁當然九龍城嘅球迷都係好開心啦嚇，搖旗吶喊慶祝晒先，1-1，以為完場啦啩，以為降低1分啦啩，原來唔係喎，仲有機會啊！金文輝呢邊右邊嘅傳中波，話以為咧就羅沙見下旗高，呢個好靚嘅遠處飛下威斯嘅頭槌，結果90+10啊！李文再度領先，入波羅沙連續2場頭槌，連續2周嘅頭槌，助攻者都係嚟自金文輝。上場對港會，金文輝助攻，羅沙鐵頭功。今週90+10，又係金文輝助攻，又係羅沙鐵頭功，最終李文2-1險勝呢邊九龍城攞到超級寶貴的3分，李文重登榜首位置。